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1，箴言24章30到40安尼讲：厝靠智慧起造，用聪明建立。有知识的人的房间，充满各项宝贝，甲贵重的财物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有智慧甲聪明来起造厝体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永活上帝。主啊！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。你是宇宙万有的源头，你用无限的智慧创造了这奇妙的世界，让万物见证你无比的荣耀。我要尽一生来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我要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智慧甲恩赐，互阮对你的帮赞，通有智慧来起造阮的家。主啊，因为厝靠智慧起造，用聪明建立。有知识的人的房间，充满各项宝贝，甲贵重的财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